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好不？你看，先来看我这旁边这个呢，就是散插法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擦薯的达人，看看他们怎么把这个擦薯编走擦油。到底怎么制作的？以前人呢，使用这个擦油是用的很透彻，从擦的、用的、吃的，都用得到。都在很用半走嘅喏，从来落地看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，在我身后这一个就是散插法的茶树吗？也是细粒茶树的茶树，小颗的，有分的。有，也是细粒做，也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品种。哦，刚好身后这一个也是山茶花树，我们就来教观众朋友讲这个山茶花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散插法。另外呢，刚有一直提到，借由这些茶籽要来做这个茶油，茶油也是今天要学的字，就是茶油。茶油，对，茶油。像这个茶油有很多功用，像是什么呢？你看，茶树呢，细细条种起来，太稀的油会结果，差不多种有一般啊要有5年以上才会大。越大个啊，可以榨油。榨油呢，用做色啦，做化妆品啦，你榨起来泡，可以做皮料，可以手托5次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功能，包括甚至到鱼塘里面当肥料都有可能，可以看得到。茶油有很多功用，对，茶油就当多功用，茶油当多功能，对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来认识这个客家的苦茶油，真的是客家的骄傲。而且重点是茶油历久弥新，代代相传，到现在呢都广泛的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，一定要来复习一下喽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山茶花。散插法，散插法。第二个呢就是茶油，茶油，茶油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茶油有很多功用，茶油入动到共用，茶油入动到共用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也是去亲自品尝看看喽，多多复习客家话才是重点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